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歡迎翻嚟早晨嘅 channel。今期嘅同大家分析一下港澳人士北上中山買樓點樣結合置業嘅動因同埋市場嘅供需，揀到未來真正供勢於求、抗跌保值、轉手有人搶嘅樓盤呢？依家嘅樓市已經唔係亂買都升嘅年代，而係一個極度分化、供求嚴重失衡，一半天堂一半地獄。有啲盤呢就跌到冇人理，有啲盤呢一放呢就俾搶。咁樣作為港澳客，你哋北上買樓唔係搏短炒，而係求養老安穩、資產保值，日後容易變現。所以今日呢我就唔講啲虛嘅概念，淨係講啲底層嘅邏輯，教你哋用供求法則揀啲啱嘅樓。首先大家一定要搞明白，港澳人士北上中山買樓真正嘅動因，先至係決定未來需求強唔強嘅核心。好多人買樓淨係聽啲中介講話平啊，又話環境好啊。但係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真實嘅需求同埋市場長期需求係兩回事。你要揀啲供勢於求嘅樓，就一定要分清邊啲係剛性嘅長期需求，邊啲係短期嘅虛火呢？港澳長者北上最核心嘅三大剛需動因，第一嘅話呢就養老居住啦。香港啲樓細價高，壓力大，中山樓大價錢平，粵語相通，飲食同族，節奏慢，係晚年生活嘅必須。呢一類需求呢係最穩定、最長久嘅，永遠都唔會消失。第二嘅話呢就醫療同埋生活成本啦。香港嘅長者醫療券中山可以用，三甲醫院多，睇病平，同埋街市啊、茶餐廳啊、啲家政啊、水電煤啊，香港一半以上。為咗慳錢同埋享清福同埋健康長壽，呢一類需求呢只會增加唔會減少。第三呢就係家庭團聚同埋候鳥式嘅居住啦。啲仔女喺內地發展，啲孫輩呢內地讀書，退休之後呢基本上係兩邊走嘅，雙向流動呢長期都持有。呢一類啲買家呢係唔急住賣嘅，只買唔拋，直接鎖死咗市場嘅供應，減少二手放盤量。而港澳中年同埋家庭北上，亦都有三大嘅剛性改善動因。第一嘅話呢就居住升級啦，香港300-400萬買間納米樓，咁樣中山呢100萬到140萬呢就可以買間大4房啦。南北通透，一家大細都住得舒服，屬於係一步到位長期自住，唔會輕易咁樣賣出。咁第二嘅話呢就資產配置避險啦。港幣嘅匯率波動，香港嘅樓價高位橫盤，租金回報低，中山嘅樓價呢低位企穩，總價低，風險呢就比較分散，自住加埋保值兩不誤。近年港澳客呢買中山嘅新房呢大幅增長，資金持續北上。第三嘅話呢就深中通道同埋灣區融合啦，港車北上啊，通關便利啊，中山到香港、澳門都係1個零鐘左右。咁深圳嘅填海呢過嚟都係半個鐘頭。港澳同埋深圳呢相同外溢，需求疊加到未來5到10年持續釋放。而大家一定要避開嘅呢就係虛火動因啦，純粹係想炒、想搏暴漲、想賺快錢。因為中山呢根本係冇呢個行情嘅，好漲嘅時代呢已經係結束咗㗎啦，只有核心稀缺盤呢先叫穩。盲目咁樣貪平，遠交30-40萬一套嘅呢就通過去，平係因為供過於求，冇人接盤，永遠都非常之難着。仲有啲就信規劃大餅。地鐵新城產業園規劃呢就唔等於落地，10年啦都未必兌現得到，需求根本呢係跟唔上嘅。總結一句呢，只有養老剛需、居住改善同埋家庭團聚、醫療成本、灣區通勤呢5類真實嘅剛性長期動因，先會帶來持續嘅穩定，只增唔減嘅需求。你揀樓一定要揀呢一類需求最集中、最旺盛嘅區域同埋樓盤，需求先至會強，先有機會供不應求。咁需求弱呢就一定係供過於求㗎啦。跌價難賣，跟住落嚟嘅話呢，講樓市最核心嘅底層邏輯啦，供求同林法則，供勢於求先至保值，供過於求呢就肯定係貶值㗎啦。中山依家嘅樓市4個字總結啊，總量過剩，結構稀缺啊，全市嘅新房庫存量呢非常之大，去化周期呢亦都係好長，遠郊嘅鎮區呢更加嚴重，庫存高，去化周期甚至係10年以上，嚴重呢係供過於求嘅。但核心嘅城區、成熟嘅片區、優質嘅樓盤，去化周期短，接近供不應求。咩叫供少於求啊？簡單嚟講呢，就供應少、土地少、新盤少，未來5到10年呢都冇大量嘅新房供應，業主呢亦都係好錫住咁樣賣。需求多，港澳嘅長者、本地改善同埋深圳嘅外溢3類人集中搶，大漢多，成交快。而家空間少，結果呢就樓價穩，抗跌，二手容易賣，有人搶，保值升值。而家供過於求嘅呢就供應爆，土地狂賣，新盤密集，一個鎮10幾個盤或者幾十個盤，爛尾多，庫存量積壓嘅話，業主亦都係搶住賣，需求少，冇產業，冇人口，冇配套，港澳客呢亦都唔過嚟，本地客呢亦都唔會接盤，淨係靠啲炒家，結果呢就樓價陰跌難賣。
有價冇市，爛尾風險呢亦都係非常之高，資產呢亦都會縮水。中山供求有三大嘅鐵律，第一個話呢就土地決定供應啊，冇土地先至有真正嘅稀缺。政府唔賣地，區域嘅開發飽和，未來5年都冇新住宅嘅供應呢就鎖死咗啦，只會減少唔會增加。第二嘅話呢就人口加產業嘅決定需求啦，有人搶先至有真嘅需求。港澳長者聚集，本地人呢亦都集中，產業嘅強振，人口流入，需求持續，接盤者多。第三方嘅配套呢就決定咗穩定性。醫療啊、交通啊、生活配套提團先至會長持自住穩定，業主唔會輕易咁樣賣，供應呢進一步咁樣減少。一句話記住啦，揀樓呢就揀嗰啲供應鎖死加埋需求爆發加埋配套成熟嘅區域，三者提團呢就必定係供小於求嘅，缺一樣呢都有風險啊。跟住就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同供應端揀到未來冇新增、少出貨稀缺盤。港澳長者買樓呢想保值，首先一定要睇供應，未來5到10年呢度仲會唔會大量咁樣起新樓？供應越少呢，你手頭上嘅樓呢就越值錢；供應越多呢就越貶值。第一個話呢就睇土地嘅供應，政府賣地規劃呢就最準，真正稀缺區域係東區、石岐老城同埋小欖啊、三鄉嘅中心區。開發飽和，宅基地幾乎係零供應嘅，未來亦都係以囤糧為主。而供應爆炸呢，一定要避開嘅呢就係南朗、退亨、非核心區、五桂山、板夫同埋浮沙、黃埔等呢啲咁嘅遠郊區域，宅地多同埋新盤密，庫存量高，去化周期非常之長。咁仲有嘅話呢，就火炬部分嘅片區雖然成交量好，但係部分嘅區域庫存量高，新盤多，競爭激烈。第二嘅話呢，就睇樓盤嘅供應啦。優先揀啲細規劃嘅精品盤，1000戶以內，戶數少，業主素質高，放盤量亦都係會比較少，自然咧就形成咗供應稀缺。避開3000戶以上嘅大樓盤，放盤量大，競爭激烈，二手呢係非常之容易跌價㗎。揀啲樓齡新嘅同埋啲物業好嘅盤，樓齡呢就5到10年左右，物業呢亦都係會揀啲比較好嘅，業主長期持有，放盤量少，需求旺，避開20年以上嘅舊樓盤啦，物業差同埋業主拋售，供應多冇人搶。貶值快嘅樓盤，仲有揀港澳業主佔比高嘅樓盤，港澳人多，自住為主，唔會輕易咁樣賣，鎖死咗未來大量嘅供應，需求同埋藤圈一致。第三話呢就睇未來供應啦，優先揀啲冇舊改、冇大規劃、成熟定型嘅區域，東區啊、石岐啊同埋三鄉嘅中心啊、坦洲一啲成熟區啊，呢啲咁嘅定型成熟，冇大拆大建。供求呢亦都穩定，唔會突然間咁樣增加，堅決避開大量舊改、大量新規劃，未來會狂起樓區域。呢啲咁嘅地方呢，今日稀缺，聽日呢就可能會變成過剩啦。跟住從需求端教大家揀到未來有人搶接盤多同埋需求持續嘅盤。需求端呢最關鍵嘅呢就係睇接盤俠，未來10年邊啲人會接你啲樓？第一個話呢就港澳長者接盤，永遠呢係最穩嘅主力。三鄉啊、坦洲啊、石岐啊、東區啊呢啲。港澳長者聚集，醫療配套好，粵語嘅環境呢亦都係比較濃㗎，生活呢亦都會比較方便。呢一類盤永遠都有長者接盤，需求量呢非常之剛性。咁第二話呢就本地嘅改善客啦，咁樣東區啊、石岐啊、小欖啊同埋火炬開發區呢啲本地嘅有錢人、公務員啊、啲老師啊同埋啲醫生集中嘅區域，追求啲地段啊、配套啊、品質啊同埋物業，願意為啲優質盤俾到高價㗎。第三話呢就深圳嘅外溢客接盤啦。深中通道嘅延線，火炬馬鞍島核心區，深圳呢追求通勤性價比，未來發展願意接啲高品質嘅通勤盤，但一定要揀到真正近交通同埋配套落地嘅盤，唔好揀嗰啲純粹概念嘅餅盤啊！好啦，咁今期節目呢就到呢度啦，希望我內容可以幫助到你哋。未點訂閱嘅朋友呢，幫我點翻個訂閱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